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灭道走角。
妖法言语正直，凡伊所做的一定是诚实。伊欢喜义理甲公平，妖法的慈爱满满伫地上。这天对妖法话来做成，天内的万类对伊的喙的气来成。全地敬畏妖法，伊若徛伫世上的，拢着惊伊，因为伊讲出就有，伊命令就徛在。一碟，咱要来吟圣诗，圣诗205首，圣诗205首。过失得赦免，罪得压扛，这人真正有福。上帝无甲伊算不义，这人实在快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逼倒任内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加一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会赦免，绝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一碟咱要来启用，伫圣诗的后壁面，启用文第60篇。选着咱三角来启用，第1107页，圣诗后壁1107页，伫启文60章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3章，选着咱三角来启用。我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
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教业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予火烧。忍耐是宽容，有忍耐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愿望，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落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不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愿望、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这点咱三到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如你圣的日子，你阁引带阮众兄弟平安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主你。耶和华是阮的牧者，是阮的光，是阮活命的气力。阮要举目望天，阮的帮助对创造耶和华来，伊要保守阮的脚无得着跌倒，也无摇错，伊也要使了运回甲稳定，对阮到一世人。阮敬听的兄姐，名誉长老的丈夫，虽然这个妈妈伫昨受主你来警调，伊也刷了伊世间的潮磨，到荣耀甲冠冕为因尊留。阮也知，阮脱体出伫母胎，嘛脱体归回，想事的是耶和华，摕倒转的嘛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拢应当学落的。阮也知，死是正人的结局，坏人爱将这个事藏伫心内。伫因这一天咧办这个事的时，主你也用主爱圣灵引带，安慰因这遗族，互因伫办的事会当真顺利，会当像祝福阿伯拉罕的同款。论福我要赐互你，论子孙要互你子孙济代。我望伫伊世间所着磨的。留落真好的脚趾，互遮个家族来孝念、来追思。阮知，阮检查中，阮兄弟有身体变痛，有讲袂出的吐气，甚至生活中也有拄着艰难。愿主你的温爱手，永远伸手伫阮的中间。侪人爱照顾年长的时代，甚至也爱照顾囝儿孙，而且阮也求主你永远赐落。平安伫每一个人，互因所做的事，会当知影主你的恩典，拢会当传达伫因的身上。阮也要将阮的国家的前途，搁一遍交代主你的手头。阮也看见伫最近台湾受到作恶，侪伫台湾遮细的所在，会当真荣耀代志。阮也知这拢毋是偶然，若无主你的业力，阮知这拢袂当成。阮也看见会侪会不公不义的事，愿主你的公义甲平安同款享受伫即个国家，互即领导者有智慧来引带，同时也伫世界各大和平甲平安国际的种种危机，愿主犹原看顾人在，互阮伫世间行大事，知影主拢你是咧掌权。阮也爱听主你的声，透过牧师的讲道。
被拆明圣经中的奥妙，伫律法中，阮也要学习。因为耶和华的律法招成，会互人心神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会让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命令清气，会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的，是永远存在。就主伫阮点点的礼拜，互讲的、甲听的，平平想到，想述主你的福气，佫会当照安尼来行出来。阮也少年侪侪无伫阮当中的兄弟，无论因伫逐倒位，也是伫暑假、伫国内、伫国外的旅游，伫逐坎站，拢主你的骹脚引带平安顺因，真好的旅程。常时也祝福阮敬拜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阮也伫面前恳求祈祷，拢是要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免。一粒学老圣歌队，你若爱我，咱来请圣歌队。咱感谢圣乐队带咱来敬拜。咱即碟，咱要来看圣经，显着我来读圣经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3章，对第1节读到16节。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读到16节。和合本第166页，汉语本第136页，现代译本189页。现着我来读
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3点钟祈祷的时，彼得甲约翰上殿，有一个人对出世就软骹，逐日互人赶来下伫殿门，就是迄个叫做水的门，伊要入殿的人施舍。看见彼得、约翰伫要入殿，就求施舍。彼得甲约翰注目看伊，讲看咱，伊就自行看伊，目对因有所得着。若是彼得讲，金银我拢无，独我所有的，互你。伫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就牵伊的正手，互伊起来。伊的骹甲骹目两边勇行，就跳起来，徛伫，搁行。甲日因入殿，也行也跳，也学了上帝。众百姓看见因伫行，伫学了上帝，佮认得伊是平素坐伫殿门、水门求施舍的，就因为伊所拄着的事，满心奇怪、戆影。在节，迄人牵彼得、约翰的时，众百姓大奇怪，一齐行来，拢就近伊。伫迄个门叫所罗门的两廊，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讲：以色列人啊，啥事掠即个最奇怪？啥事注目看阮？迄亲像阮用家己的才会，也是敬虔诚，互伊行。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咱列祖的上帝，已经荣光伊的罗伯耶稣，就是恁遮个所交的。伫迄个比拉多的面前，当伊要放伊的时，因阁毋认伊。安尼，恁毋认迄个圣国义的，反倒求伊用一个香传福音互恁。恁害死活命的人君，就是上帝对世人中，互伊国外的，以阮遮会做伊的干净。16节，因为信伊的名，就伊的名，互遮会恁所看所捌的人勇行，是迄个对伊来行的信，互伊招成，好伫恁众人的面前。咱圣经看到遮一条，咱要请牧师来讲道，题目是言魂甲行动的见证，是来恭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6月份，因为煞食着5月底的圣神降临节，咱拢伫使徒行传的记载中间，尤其是对伫遮的初代教会。甲遮个咱的信仰前辈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的记载中间，咱要学习到咱今仔日活伫21世纪，活伫台湾，咱诚做台湾的基督徒，诚做台湾的教会，咱的角色甲咱的使命。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以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充满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谦卑伫主你的面前，因为阮知伫你的大光所照下面，阮不只是看到你的权能、荣光，甲你的疼痛，阮相时。也知影，阮是遮尔微细，阮是遮尔不足，阮是遮尔充满欠缺。但是主啊，阮感谢你，你收拾阮
你的道理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这一切。你爱愿对伫圣经的道理来得到快乐，来得到信心，来得到对伫头前的路的了解。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中间，不只是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白白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利益，来得到造就。求主你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拢知影，咱基督徒就是因为互上帝的恩典疼痛所感动，所以领受上帝的呼召。咱也爱为着上帝来做见证，咱也爱带领别人来白白成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咱顶礼拜主日的信息，也互咱知影，就是咱基督徒的生命爱得到改变，咱讲转化，并且咱爱用一个无相款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来过生活，就是通过咱谦卑学习。咱参与伫教会的团契生活，参与伫众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咱也有祈祷的灵命操练，以及上重要的，咱对人慷慨的行动，咱就爱伫遮个改变。一个新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甲生活态度，咱正做一个基督徒。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3章第1节到第12节，这就是甲咱讲初代教会，才会咱的信仰前辈，才会亲身跟对耶稣的门徒。是怎样来完成、来达到主耶稣互因的使命，就是领众人来白白成做基督徒，就是咱讲的对外宣教。对外毋是讲干那对国外，是讲咱教会以外的宣教。咱讲外展事工。我想这段圣经，咱应该拢有捌读过、听过，就是记载着彼得甲约翰伫圣殿围墙外口，医治了一个摆骹，圣经讲，咱台语圣经讲骹软的一个乞食。落兄弟，使徒行传3章一开始就记载着这个代志发生伫啥物？彼得甲约翰要去教会，要去圣殿去来祈祷的时阵，伫犹太人的惯例，差不多是下晡时，下晡3点的时阵，因要去圣殿来祈祷。会当讲上圣殿祈祷，即个因所守的即个祈祷的时，这是彼得甲约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就伫即个因照着平常时的习惯，要到伫圣殿的即个过程中间，彼得甲约翰做了真美好的见证，甚至
透过因所做的，互众人搁一遍来听见主耶稣基督的道理。虽然讲咱看到彼得甲约翰，因毋是走去远远的所在，咱讲离乡背井去远远的所在来宣教。咱疫情了后，即马较少。有一段时间，台湾的正教会真时行啥物短宣，然后咧去丹南亚啦，也是去倒位啦做短宣，差不多一个月，也是2礼拜。但是我听的好像有即款所谓的短宣，国外短宣，就像佚佗的成分较侪咧。我看到的相片，足侪是当地的教会办青草互因食，到底安尼是啥物人甲啥物人宣教？所以你看彼得甲约翰，因无走去远远的所在，但是因把握时机，伫因日常的信仰生活中间把握时机，然后咧，因用因所讲、所做言语甲行动，为着主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讲日常生活中间服侍上帝，因毋是伫圣殿内底，一定要伫圣殿内底徛讲台讲道，也是做诗会，也是抒琴，也是圣歌队、吟诗。用咱即马的话来讲，因就算伫行路要去聚会的过程中间，无按算的机会中间，这我想毋是因计划好的，计划讲即个下晡3点钟拄啊好有一个行动不便的弱势族群会伫圣殿外口，这毋是因计划，因计划只是讲照着因的日常要去祈祷，但是就伫即个路程中间拄着即项代志，然后因把握机会，特动的时机，用正确的行动。然后为着主耶稣做了真美好的见证，就是安尼尔。对伫使徒行传3章1节，其实咱就会当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功课，就是咱基督徒服侍上帝的时机，大多数是这上拢是发生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发生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常常拢毋是咱超越咱计划以外的。我毋知咱在座偌济，咱的兄弟是对伫迄款活动真多的大教会出身的，真正牧师。新行伊毕业25当到整1/4世纪，25岁可能真侪，25年真侪人拢会当做阿公啊！真正体会有时阵，真侪真大真好听的计划，然后咧真努力，哇！这活动真丰富，来300个。结果留落来，袂歹，30个，然后过一冬呢，拢无去。真正看过太济啊！因为计划大办活动来，若讲遮个无道友、新朋友来到伫教会，我所发现到啊，恁拢伫遐无闲，我来。对我入教会的门，到我聚会线离开，无人甲我借问，无人甲我讲话，
安尼当然就甲牧师过去，服侍中间也是过去，甲教会的基督徒讲话的中间，也是伫一寡捌去过教会的无道友后来袂去教会所交谈、所知影的，就是真侪情形拢是安尼。办真侪、开真侪钱，真好听的计划办活动，来一大堆，然后留落来的，煞因为咱基督徒本身的因素，无论是无可能伫即方面的教导较欠缺，也是讲有时阵是因为咱拢习惯。我讲咱是讲基督徒啦，咱基督徒。咱习惯咱的教会生活，咱习惯坐我四周围是啥物人，然后咧，所以有无道友伫咱的中间，煞无去注意到，因为咱拢习惯安尼的生活。我来到教会，我会甲啥物人讲话，然后咧，你袂去改变，咱袂去改变，但是。咱应该，咱兄弟中间，侪应该有这种经验。咱捌引带咱的朋友厝边、同事，也是厝邻，本来还袂信主的家族成员来到伫教会。咱可能是开讲的时阵、泡茶的时阵，一句话，伊讲：哦，安尼，你伫倒位做礼拜？你讲我伫倒位，然后咧，伊竟然主动讲安尼，我对你来看卖，有可能就安尼留落来。所以大多数咱基督徒会当达成耶稣互咱的大使命，招万百姓来做耶稣的学生的即个使命，大多数。发生拢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咱开讲的一句话，咱的一通电话，也是有时阵咱拄着，本来咱想讲这是一个礼貌性的一个请安，煞引带一个无道友来到伫教会，有时阵咱只是礼拜煞，咱。看到一个无道友打来教会，咱感觉讲，牧师较无闲，中职即马迄做啥物代志？迄无闲中间，安尼我即马有时间，安尼我找伊开讲一下，也是讲你看到某一个新来到教会的无道友，你想讲拄好做伙行出礼拜堂，拍一个招呼。请安一下，我煞因为交到你即个朋友，互伊持续来教会聚会，然后就成做基督徒。真侪咱服侍上帝的时机，拢是发生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当然，咱毋是好人，教会爱有计划，教会办活动，其实也会当。互社区知影教会的存在，办活动也互真侪无道友，也是还袂信主的，咱的厝边头尾有机会来到伫教会。咱也毋是好人去外国宣教，去真侪咱想象袂到偏僻的所在宣教的宣教师的贡献。咱也毋是看轻短宣队的事工成效。因为咱服侍上时，咱其实是咱家己得到造就，对无？所以短宣队其实讲起来是一个自家己造就咱家己基督徒的机会。咱毋是好人，才会事工的贡献。但是《使徒行传》33章1节特别提醒咱的。就是咱莫看轻咱家己
咱基督徒日常生活中间，会当用咱所讲所行来做的服侍。咱一句话一个行动，可能拢是有圣神在做工，要互咱为着上帝来做见证。所以咱莫看轻咱家己，莫看轻咱家己的一句话一个行动，真有可能圣神会透过这句话这个行动，互上帝的疼痛、上帝的眼光，互上帝的救恩临到一个需要的人。所以上帝绝对袂看轻这一切的平凡，也是微细的。可能你会想讲我口才歹，你会想讲我是一个搞歹势的人，但是莫看轻咱家己。耶稣将这个使命予咱，予咱所有的基督徒，就表示连耶稣都无看轻咱家己。咱本身耶稣拢无看轻咱，咱家己哪会当看轻咱家己？所以咱莫想讲，等我退休了后，我诚做宣教师；等我有闲，我领受呼调去远的所在参与宣教，这个较是宣教。实际上，上帝已经拣选咱，你我诚做基督徒，就是互咱参与伫伊的旨意成全的过程中间。所以，弟兄兄弟姊妹，咱敢愿意互圣神来使用？咱敢愿意伫咱生活中间，透过关怀的行动、关心的话，互人的性命通互圣神来改变？咱敢愿意互宣教甲信者发生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过来，《使徒行传》3章，互咱看到另外一个咱基督徒言语行动，要为着上帝来服侍，为着圣囝耶稣，为着主来做见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事。就是看到别人真正的需要，咱来想，一个行动不便的一个弱势族群的人，伫遐甲咱讨钱的时阵，你会安怎做？可能有的人真好心，就讲拄啊好，我身躯有一张，所以咧，伊甲我讲。我腹肚枵，我需要，你敢会当帮忙我？你着将你拄啊好有一张，你一张钱来互伊。这一般的人是安尼，有的是讲我拄啊好身躯无钱，你甲伊讲歹势，我无早钱。也是有的人可能想讲，即马有真侪伫车头伫遐甲人讨钱的，电视拢喺报，讲这是诈骗，所以咧，你莫插伊。这是一般人的反应，但是彼得甲约翰因拄着即个行动不便的乞者的时阵，甲因讨钱的时阵，甲因即个讨的时阵，彼得甲约翰是安怎？注目看伊，注目看伊，是看伊。佫是真认真去看，当然一方面，咱讲目睭看目睭，这是一款自信；但是目睭看目睭，上时咧也是一款尊重。上时咧目睭看目睭，自信来看伊，
也是看到即个对方真正的需要是啥物？真正的需要是啥物？彼得甲约翰因无忽略即个讨钱的去者，无因毋是安尼行过当作无事，也是讲亲像一般的人，我拄啊好有一寡啦，安尼我摕出来，好啦，互你会通食饱，这一丝丝啊，你摕去。彼得、约翰毋是干那安尼，若干那是安尼，圣经袂记，因为一般的人拢会当做。因用心看到即个行动不便的人，伊真正的需要，并且根据伊的需要来回应。需要是啥物？做医生的。医学院的医学生常常拢受教育，讲医人爱啥物？医伊的心啦，所以咱知医学院的训练真重要，即点你毋是干那专业医即个人的身躯，所以医生真侪好的医生知影安慰患者，好的医生知影怎样透过问诊的中间咧。看会到，伊检查袂到，所以有时阵真侪好的医生，不只是医术好，然后咧，佮真够互病人患者会当讲出伊真正的需要是啥物。可能有老大人是这边痛那边痛，然后去看病。医生甲伊问到最后，原来是伊心中有啥物代志。然后咧，有诶医生实际会当讲的，哇！即个患者全身躯真轻松。讲医生啊，你真够医，但实际上是即个医生知影患者真正诶需要是啥物。所以咱基督徒伫实践信仰的挑战的其中一项事，咱爱学习看见别人真正的需要，看见别人真正的需要。有时阵，咱为什么讲这是挑战？咱爱承认，有时阵咱互咱家己本身的需要，甲咱本身的欠缺。有时是咱家己的得失心来拔掉的，直到咱看袂到别人真正的需要，直到咱眼光愈来愈矮，变做咱为了自己的小确幸。但是实际上，咱爱学习的看见别人真正的需要。想讲，咱做父母的，尤其是囡仔细汉的时阵，敢真正囡仔枵囡仔哭就是枵，无拄拄囡仔哭有真侪原因，对无？有时阵身体无爽快嘛会哭，有时阵是去互人欺负啊，有时阵伊想要有发生啥物代志，也是去互啥物物件惊着。做爸母的照顾细汉囡仔，常常就爱伤脑筋，就讲要知影即马哭到底是为虾米。你袂当讲囡仔哭，你就想讲腹肚枵，一直甲伊煎物件，结果咧一直灌牛奶，灌到后来吐呢。真侪初做老爸老母的可能拢犯过即个错误，毋知影囡仔哭是为虾米，然后你就用你所想的，甲伊处理落去，结果反效果。但是咱爱承认，这是挑战，这真正是挑战，因为咱家己拢有咱的欠缺，咱家己其实拢有咱家己个人的需要，咱有时阵也是得失心。得失心是啥物？真侪做老师的是安怎？学生问问题问到最后，伫遐起背面，
因为即个老师毋知影学生问即个问题是这上真正的问题是啥物，伊说当作是你不尊重我，伊当作是你在让我难堪是不是？你在刁难我是不是？也是讲尊师重道你没大没小哦，得失心，得失心。莫怪咱有时阵，咱发现着咱只是无愿意去认真看到别人的需要，因为有时阵咱面对别人的需要，咱需要常时面对咱家己，面对咱家己的欠缺，咱家己也有咱的需要。面对现实，无一定互咱家己好，较好过。甚至有时阵面对现实，却影响到咱家己的既得利益，直到咱看袂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咧，咱真做基督徒，尤其咱活伫台湾。活伫即马的台湾，我想咱伫教会界，真少人想会到，咱真做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真少教会看会到外籍移工的需要。咱敢若看到遮的负面新闻，逃逸外籍移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外籍移工，想讲以前佫有讲什么外籍移工拢会掠狗啊去杀来食，但实际上，若正讲你知影外籍移工，伊比咱佫较惊犯罪。为什么？伊若犯着罪，去互警察掠，伊就好转去啊，伊钱莫趁啊。所以其实因比咱佫较惊。当然，难免一群人中间拢有歹人，咱台湾人嘛有做歹事的啊。但是，敢是咱台湾的基督徒，敢若看到这个负面新闻，煞忽略到这个外籍移工的需要，甚至咱丧失推动相关的事工、宣教事工的机会。讲较现实的，当然咱教会伫2楼，有真侪大型的教会，即马拢慢慢发展。这个教会爱关心着外籍移工。为什么？真侪老大人拢是一个外籍看护送来教会，外籍看护坐伫遐，毋知影要安怎。伫外口因一群人伫遐，会感觉讲，安尼嘛毋对。但是咧，因为进前无去关心着即个需要，遮个人的需要，所以教会毋知影要安怎。甚至也毋知影倒位找到相关的资源来牧养遮的外籍移工，但是拄着可能教会1/3拢是外籍移工伫边啊，结果有的甚至因为外籍移工礼拜时因爱放假，所以咧真侪行动不便的教会会友，只有袂当来教会，只有暂时无办法来教会，除非是有囝儿通带因来。这拢是一款无愿意去看到需要别人的需要，却丧失掉推动相关事工的机会的一个例。也是有时阵，咱因为上班的时阵工作业务真重，直到安怎？咱无办法体贴到咱的同事因所面对的困难、因的欠缺，反倒当因为咱工作真负担真重咧，有时阵甚至咱伫工作的场合，咱无拄互咱的同事感受到咱基督徒有啥物无共款，要骂共款伫遐骂，要冤家同款伫遐冤家。也是伫遐抹黑，甲别人拢共款，安尼煞直到丧失着伫
工作的所在，为上帝做见证的机会，也是讲咱现代生活，咱手机啊真方便，咱渐渐用简讯取代了面对面的沟通，咱煞忽略着咱伫家庭的中间，甲咱亲人的互动。所以咧，若要为主做见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咱要学习用心看到别人真正的需要，亲像彼得甲约翰，因自身看到即个甲因讨食的即个行动不便的弱势的人，因大声是自身看因，定睛看他。过来，咱看到就是3章16节，彼得伫线接安怎来讲即项事。伫16节，伊讲，因为信伊的名，就伊的名，互即个恁所看所捌的人用行，是迄个对伊来的信，互伊照成好伫恁众人的面前。咱爱注意的就是迄个对伊来的信，对上帝来的信，互伊照成好伫恁众人的面前。即个信心对上帝来的信心，是伫什么人身上？当然，你会当讲是即个伫信者的中间得到医好的即个人的身上，但是相似也是对上帝来的信心伫咱的身上。咱爱注意的就是，上帝通过彼得，互咱知影，不只是即个摆脚会乞食，即个行动不便骹软会乞食的信心，搁较是彼得甲约翰的信心，互即个新者会当发生伫需要的人的身上。所以，咱敢是常常信心不足。信心不足代表什么？你对家己无信心，你常时对你身躯边的人也无信心。所以一直喺讲，咱西湖教会，莫看咱规模遮细，咱是小而美，难免人拢会问题。大型的教会敢无问题？甲你讲搁较侪，比如算起来。咱真正袂当看轻咱家己的教会，袂当看轻咱的兄弟姊妹。咱大家拢做伙伫遮，用咱会当做的，用咱所领受的恩赐，无共款的恩赐，用无共款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来做伙来服侍。咱会当互上帝旨意伫行，咱袂当成做一个小信的人。即个小信，不只是对家己无信心，即个小信有可能是咱对咱身躯边的人无信心，对咱的同工无信心。所以讲，对伊来的信，对上帝来的信，互伊照成好伫恁众人的面前。所以，咱爱常常提醒咱家己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留意下这，彼得甲约翰是耶稣12门徒的其中2个，因是初代教会的领袖。
当然，咱会当讲因是有信心的人。彼得甲约翰，因相信上帝疼世间人，所以因知影上帝所疼的，包括因面前的即个骹软、行动不便的即个人，就算讲因彼得甲约翰甲即个行动不便的即个乞食原本无熟悉，就算讲即个因面对的即个乞食根本原本毋捌主耶稣基督，但是因悠然相信上帝疼世间人。彼得甲约翰更加相信上帝有迄个气力来帮助即个行动不便的乞食，帮助伊的性命，来互即个需要的人性命得到改变。这就是因的信心。通过彼得甲约翰的信心，圣神运行来改变着即个摆卡的即个原本做乞食的即个人的性命，互伊的性命彻底来得到改变。所以咧，要互咱即个充满问题的即个世界，会当互人无阁有悲伤，互人无阁有痛苦，互人无阁是绝望。有一部分是需要咱基督徒爱有信心。信心毋是讲自高自大，信心咱基督徒所讲的信心是你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疼世间人，相信上帝的权能，相信上帝的计划是超越人所通想的，相信上帝的意念毋是人的意念，相信上帝的完全。若讲连咱基督徒拢无相信上帝会改变现况，真有可能即个改变也真正袂发生。佮讲一遍，若连咱基督徒拢无相信上帝会当改变现况，真有可能即个咱所期待的改变也真正袂发生。所以，弟兄兄姐，咱来好好啊有备咱家己，因为咱宣教的使命，咱为主做见证的使命，甚至伫新约，拢是伫咱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间来发生。所以，咱爱透过信仰所得到的智慧，甲对伫信仰所得到的同理心，咱看到咱四周围的人所需要的，咱爱相信上帝疼世间人，上帝会将这个失落的人来重新找回来，上帝也会帮助这个需要的人的性命。咱也爱相信，就是上帝绝对会当带来改变，来互伊的旨意得成。所以，愿咱把握机会，咱对伫上帝来得到信心，咱也有勇气来付出实际的行动，咱也有智慧。看到即个伫咱日常生活中间所发生的即个时机，咱用咱的所讲所行来为着上帝做见证。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圣经的道理，互阮学习到
彼得、约翰，因是把握日常生活的时机来为主你做工。因对伫主你的确信，甲对伫主你得到的智慧，甲疼心，互因大声会当看到别人真正的需要，阁会当因为对主你得到的人物，用上正确的方式来为着主你做见证，也常时互即个渴慕对伫主你来得到帮赞的人，通得到改变。主啊，有时阵阮的信心不足，有时阵阮因为对伫家己的欠缺，对伫阮家己的不足，阮无愿意诚实去面对，直到阮有时阵不但无办法看到阮身躯边人的需要，反倒等阮煞变做是用批评的话，甚至有时阵伫阮有意无意中间，互人绊倒。所以，阮恳求主你，互阮大声有一个谦卑的心，伫主你的面前，阮诚实来承认阮的不足、阮的欠缺，也对伫主你得到信心甲勇气，互阮会当靠着圣神来大声改变阮家己，佮来改变阮待人接物的方式甲态度，互阮佫会当，佫较会当亲像彼得、约翰安尼，伫小事的顶面，就会当互主你的心者来成。恳求上帝你时时刻刻帮助阮，帮助阮日日来进步，也帮助阮会当所讲所行，拢通为主你做见证。主啊，恳求上帝你伫日常生活中间，你的圣神时刻带领保守阮，你也互阮永远有即个学习的渴慕，学习怎样会当行伫主你的路顶，互阮所做一切拢是照主你的旨意。主啊，阮的不足，阮的欠缺，求主你帮助阮。阮伫凡事顶面，也需要主你引带阮。阮愿意跟对你向前来行。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感谢牧师的勉励。一碟，咱来应答上帝话，咱来唱圣诗538首。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间，若准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救主用宝石洗我清气。但我爱报扬，每日而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但我爱报扬，每日而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大欢喜，就踮身边。虽然对世间若准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用宝血洗我清气，但我爱报扬，每日而乐，为我主耶稣
小罪公恶，大我保佑每节恶乐，为我主耶稣小罪公恶。天性来说，心来暗流，天堂的福被我的目睭，天使也降落，教我往来，我用主耶稣就必平安，教我爱保佑每节恶乐，为我主耶稣小罪公恶，教我保佑每节恶乐，为我主耶稣小罪公恶，专心来说，凡事平安，心和我跳走的无好，平心来听啊，望出来，念主耶稣满心仁爱，但我爱保佑每节恶乐，为我主小罪公恶，但我爱保佑每节恶乐，为我主耶稣小罪公恶。请坐，一条咱要来奉献，来请舞用一首歌秘密主来示献。来，接咱来看周报，咱也欢迎新来的朋友，咱请继续来参加。咱这是请牧师先来介绍。咱中间有一个非常少年咱刚有来过，你有来过吗？没有来过哈。苏子炫，苏子炫，来，请站起来哈，年轻人哈，然后请坐。虽然说哈，应该是住在这附近哈，你很眼熟啦。我以为你来过，可能是港前捷运站，常常有看到。你就知影讲吼，我牧师牵狗啊吼，伫遮说吼，毋是吼，你有想看到我牵狗啊，甲人开讲吼？我顶礼拜顶主日有教，牵狗啊是一个真好甲厝边交流的一个方式。人甲你讲会不会咬人？你说不会，它很亲人，然后就可以聊天聊起来。有时你看到别人牵狗啊嘛是，你讲你狗啊有够古锥，马上就能够变成朋友了。所以牵狗有时咱四界看到一寡咱这个眼熟的人啊，所以这意思说，看到牧师牵狗啊嘛是莫歹势来拍一个招呼啦莫惊讲牧师的狗啊较大只淡薄会咬人，所以黄金猎犬较少咬人，但是黄金猎犬足烦的，会所以
真的很欢迎哈，欢迎啊！希望有机会啊，能够再次见到你啊，苏子炫啊，姐妹，苏子炫姐妹啊，真的再一次欢迎啊，谢谢。咱刷接报告，属项咱县会周报的内底的正评吼。咱先补充报告吼，咱民意长老的丈夫甲，就是虽然一个妈妈吼，伫昨来受主警调吼，遮咱也先来补充，咱也为着家族来代祷，愿这追溯的时间、追溯的时所计划拢会当真顺遂。来，咱来看第一点，咱恭喜文昌兄甲美妙姐的外孙吼陈进吼，录取伫国立中兴大学的物理系的光电物理组，咱大家甲伊恭喜吼。咱第二，咱6月30主日礼拜中要举行圣餐，请兄姐、兄弟姊妹有备心。第三，咱6月30主日礼拜后要举行中职会，请中职出席。第四，每礼拜五暗7点半伫教会查经祈祷会，6月起主题经文为新约圣经约翰1、2、3书，请教会兄姐、兄弟姊妹踊跃参加。第五，需要探访也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姐，请通知牧师教会中职来安排。第六，咱下礼拜的主日礼拜的题目经文圣经，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倒边聚会，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是上午8点45。咱查经是拜五暗的7点半，咱有插会班，每个月会一次。咱查经，咱的约翰一书，这礼拜要查的是第2章39、11节。咱来看侍奉的圣工，咱今日的交代是谢宝姐甲所长老，插会届是插会班，咱清扫是名长老。下礼拜讲道牧师、师会女长老苏琴、牧师娘领唱吴勇兄、苏宪、民兵执事、唱妹执事、交代友来兄谢崇杰、插会女长老清扫谢宝姐。咱奉献甲出席的人数，咱家己看有问题，咱来更正。这点咱坐伫为咱讲述吼，互相来请安吼，平安，平安。咱这点要来唱圣诗395首，圣诗刷咱要请牧师来祝祷。圣诗395，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听你因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打伫西情，咱请起立来吟。至圣天父，阮感谢你，神带他的相见，心内罪恶在你面前，对主保卫他的世界，愿你所要我俩经历，愿我心内结果归结，愿这情爱最后没有因残浪越换的有，我没是刷掉主所好，我的爱最快乐。
咱就爱伫生活中间，把握机会来为主做见证。咱莫看轻咱家己，因为上帝的权能遮尔啊大，上帝也手持圣神伫咱的中间，透过圣神的做工，咱平凡的一个行动、一句话，拢有可能会当互上帝的心热来显现。所以，咱爱追求对上帝来的智慧，甲对伊来的信心、勇气，将圣经的道理伫咱生活的中间努力来实践，因为咱有圣神引带，毋是咱家己去做。是有圣神的同工，毋是咱照着家己的意思去做，是上帝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所以，咱要用信心做伙来向前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